再来看中部的状况，这个中华花坛的金针花海，嘛是一透早就来逼人阵。附近的摊贩为着要防疫，佮出动着空拍机、救布条，提醒游客保持安全距离。啊，互交通部1968列入去管控景点的鹿港，煞无啥人。南投县的部分溪头早起入园的人数1400个人，无达到上限的一半。啊，那婚姻馆长张立sen是率领团队到无妨列入去警示区的西里市场宣导防疫，果然现场拢是人，啊，佮有民众无挂喙罨。中华花坛的金针花海，一透早就几百名的民众来遮佚佗，摊贩是真欢喜，生意嘛增加2-3成，而且嘛出动空拍机、有布条啊，提醒大家爱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。另外，伫咧参尾也有袂少的民众来遮赏花，但是参尾花坛拢无伫咧1968 APP 人潮警示的景点内底，颠倒是出现鹿港天后宫，但是伊的附近煞是无啥物民众。也阁有南投的溪头，虽然一透早入园的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，但是也阁伫安全的数量以内。另外 ，APP 所警告的玻璃老街嘛是无啥物人。无人，无差人，人潮就无较济。阁来到云林西的果菜市场，伫咧遮虽然无伫咧1968的警示景点内底，但是伫咧休困日都会有真侪人。馆长张立sen嘛，家己带队来巡视，果然人山人海。馆长嘛提醒，云林有11个所在拢伫咧警示的名单内底，大部分拢是夜市啊，所以大家若是来踅夜市啊，爱会记得挂喙罨，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。